Hello， 亲爱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婉哦，欢迎你收看《台南斗阵行》。台南斗阵行这个节目呢，是由咱台南市政府制作吼，最主要目的是要让咱的乡亲朋友大家对着咱台南市政府各局处的业务做一个了解，同时嘛要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政府上新的资讯甲活动。今仔日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这是水利局吼要讲的主题是德克士。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看市长要甲咱讲什么。竹溪是府城深具历史意义的都会型河川，因为在台湾最古老的佛教寺院竹溪寺旁边而得名。随着都市的发展，民生污水排入，加上三面光的混凝土河道，导致竹溪失去昔日的自然之美，形成不易亲近的臭水沟。台南市政府在兼顾防洪安全、清水环境以及护岸景观的前提下，提出了竹溪清水绿廊营造计划，在109年初完成，历时8年的时间。在河岸，我们新种植了台湾栾树、凤凰木等等的树种，以人车分道的园区设计，让市民朋友们以及我们的游客，可以在4季中都可以来这边运动、散步、休憩。我们也把这个计划延伸到体育园区的部分。将既有的阴暗的围篱拆除掉，重现榕树广场以及竹溪寺山门，并且增加儿童游乐设施，打造亲子同乐的休憩空间。这个计划让竹溪有如重新活过来了一般。除了清水环境以外，体育园区的新亮点，我们也串联了竹溪禅寺、水交社文化园区、五妃庙等等丰富的文化以及休闲景点，成为台南一日游的新选择。欢迎大家做伙来佚佗。德克呢，过去吼是咱台南12大胜景之一啦吼。那么曾几何时，咱台南市的市民吼已经嘛渐渐拢要甲伊吼放袂记啊吼。那么咱台南市政府呢，咱水利局吼伫这几年来呢，安尼真认真拍拼吼，要重现咱12大胜景咱德克的这个风华哈，和咱的这个德克的风华再现哦。那么在今日节目当中呢，哈，咱来邀请到咱水利局哈，是这届哈，咱这个竹溪哈风华再现的这个工程啊哈，水利局哈，咱的这个专门委员，咱黄信全黄专委哈，咱今嘛先邀请专委跟咱的乡亲朋友来拍一个招呼，专委你好。美丽的主持人圆圆，还有各位亲爱的台南市民，还有各位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好。这一句美丽吼，我今天信心吼特别加强哈。希望呢这个可以媲美我们的这个竹溪啊哈当然啦，咱以前的这个节目里面哈，我们就有介绍过竹溪啊，那个时阵是算讲还在工程阶段啊哈。那么咱的这个竹溪的最近咱市政府的拍拼之下哈，就是在去年哈，就是108年的年底陆续完成，已经陆续完成。109大概开始陆续启用。是，那么吼是不是甲咱乡亲朋友先介绍一下啦？吼，阮知影其实吼，对咱一寡这个台南市民吼，尤其是年纪大概50、60岁以上的这乡亲朋友哈，可能他们也不陌生啊哈。这个竹溪呢陪伴着他们儿童时期哈，这个游戏啦哈，大家拢伫这个所在啊，算大汉的啦哈。但是他都那种讲哦，就是讲后来好像被一些其他的这个景点哈，该追过去了哈。当然啦哈，咱伫这附近的这个居民嘛，希望讲，咱的这个竹溪哈，市政府要搁改哈，风华再现。大家当然嘛是足欢喜的代志啊，乐观其成哈。而且这个阮当然咱咧拍拼，拍拼嘛有一个成果啊哈。是不是？先介绍一下哈，咱的这个竹溪的这个历史好吧？其实咱德克吼，可能大家唔知影伊是安那怎么发源的吼。其实顾名思义吼，咱知影德克这个名，咱第一个字它是竹子吼。那其实伫个大概明清时期吼，这个竹溪这个所在吼，就是讲咱即马我有一个古地图吼，这个古地图很特别，因为这个我们特别去找吼，以这个地图是在日治时期所绘制吼。那咱的竹溪的起源就是较早伫咱的东区这个孟湖，今嘛差不多是巴克里公园这个所在。那早期你看咱竹溪吼伊伫经过咱今嘛
这个是铁基路吼，所以这边是东区，这边就是中西区跟南区这个所在。哦啊，经过咱的较早的竹溪，经过咱即马健康路吼流落来，所以较早伫咱这古地图，咱其实看得出来，伫竹溪伊较早其实是一个竹子茂密吼，然后包括鸟语花香，还有水清鱼游的一个状况，所以咱其实虽然讲咱即马伫咱施工以前吼，迄个所在是大家感受到一个臭水沟的情形。不过咱即马已经把它翻转，把它蜕变吼成一个崭新的竹溪。是。另外就是讲，咱伫这古地图，我们还是看得到一个很特别，就是竹溪寺。这个位置在古地图也有，代表伊其实是真有历史。对。伊伫350年以前吼，在那个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这个竹溪禅寺，所以其实伊的由来就是安尼。所以咱这道要把竹溪做一个蜕变，做一个水环境的改变，就是要让它风华再现，让这个以前就是竹溪漂亮，还有水清鱼现的感觉样貌重现。是，咱台南吼，伊就是伊的宝贵就是伫个文化，吼，伊是一个历史吼古都啦吼，所以他拄啊，咱专委呢，甲咱介绍吼，这个竹溪已经有350档以上的这个，竹溪寺，已经有这个350档的这个历史。那么什么种的机缘啊，还是什么种的想法吼，会想讲要过来重现它的风华，要过来改造。其实咱伫差不多102年那时候，其实市府有一个计划哦，就是想要来串联我们的自行车道。因为咱的自行车道，咱对，比如讲咱去安平，咱台南较有名的景点，包括安平，包括黄金海岸。我们当时是想要把这个景点做一个串联。那串联当然也经过健康路。健康路迄阵就是讲，我们发现竹溪。我如果来做自行车道，其实也不错，就是可以把它串起来。按哥知影竹溪的历史以后，我们发现，如果只有做自行车道，其实它的以往的这个历史文化的价值就没有办法呈现。所以咱迄阵就是陆续来做规划，然后凝聚地方共识，然后也多听很多民众的意见，把这个规划成型之后，哥来逐步来争取经费。那么伫经费部分啊，吼，咱当然啦，吼，这不是看咱市政府会当去负担的啦，吼，嘛是爱搁向中央去拍拼吼。所以伫这部分，我知影你嘛是足努力的啦，吼。但是伫这个经费部分哦，当然啦，这拢是市民的开的这个税金嘛，吼。所以吼，我咧想市民嘛足关心嘛，讲阮这个钱吼，你是不是有甲阮吼好好去利用啊？这个是不是哦？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一下，甲咱分享一下吼，咱这个计划整个伊的内容啦，吼，咱经费所开销其实是什么所在吼？是不是跟咱分享一下？其实咱整个的计划吼，大概有10亿吼。那当然伊包括水环境的改善，包括咱的护岸的美化，包括护岸左岸跟右岸，然后还有包括我们的竹溪的，我们现在完成了这个越剑湖，还有曲桥。那么我们也延伸到2期的部分，就是体育园区的部分，让它成为一个好像完整的一块拼图，把它重现原貌。是，所以迄阵我们在之前的市长还有现在的黄市长，都很努力来争取，包括市政府也自己编列一部分的预算。所以过去大概从102年开始规划，然后105年的开始施工，那108、109陆续完成，那现在就是要将这个成果展现给各位市民朋友。是，那么他拄啊专门甲咱介绍了，咱知影吼，伫咱台南市的这个迪溪啊，就是伫这个算东区，伊这是南区吼，旧的市民啊，应该对这个所在也不陌生啊，吼。但是咱即马合并升格了后，吼，即马是直辖市嘛，吼，以前的台南县即马嘛合并进来，所以吼，就咱台南县的这个民众。过去啊，台南县这个民众可能对着迪溪就较陌生啦，哈，尤其是有当时咱透过哈，咱的 YouTube 啊，全国啊，哈，全世界都看得到啊，哈，所以呢，咱吼就爱甲咱的乡亲朋友，互了解讲，竹溪的这个地点啦，哈，然后呢，我就是要
过来甲咱乡亲朋友来介绍，就是咱即马吼已经有一个成果啊，这个过程当中吼嘛有居民啊，还是讲这市民啊，大家提供因的想法啦，因的构想拢大家拢参与这内底，可见大家对这个工程都重视啊，那么咱下面呢，再来看这个影片听看咱的乡亲朋友对这个迪克伊的改造因的心里面的这个心得，还是讲因的看法，咱今摆来看这个影片。今天市政府将我们这个竹溪下面一个整个这个景观工程在这一次花了将近差不多3亿多的经费整个把下面整个的做一些改变。对我住在大林国宅这个新生里这个社区环境对我们影响非常的大，因为以前下来看了以后都是空空荡荡的并没有一些让人家看得很喜悦这种感觉。可是这一次经过这将近2年的时间整个做过改变。在上个月我们的月燕桥在开幕的时候，这边就有部分的开放。那这些住户里面来看了以后，大家看都非常的高兴，而且以前都是站在我的新生公园上面看，下面看不出所以然。然后现在下面整个的布置起来花花绿绿，很花俏，而且走在这里感觉的精神上各方面就体会到完全跟以前的这种状况完全都不一样。以前民众来这里最大的抱怨就是这边很臭，是臭水沟。那我们借由溪的改善，把竹溪找回来之后，顺便把原本的体育公园这个腹地，去把它做一个规划跟整理，让整个环境跟区域去做一并的提升。那也让我们这边来的民众，原本就在这里活动的民众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这一段到我们竹溪市中间这一段有的河道也去把它扩大，让排洪也比以前好，生态也比以前好。那我们希望借由整个改善，让我们的生态去慢慢的恢复回来。那其实它算是在我们大都会地区里面，竹溪算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的都会区有这么生态跟自然的环境，其实在台湾已经算是少数了。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竹溪最大的改变，他希望借由环境的改变来提升我们这边里民的生活的改变。整个空间，大家第一个感觉都是哇，整个环境改变了，跟过去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次的一个整个工程，其实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更自然、更生态的一个，从水质的改善，从水利防洪的考量，从景观自然生态的考量，全面性的来改造我们竹溪的这个河川。所以周边的里民事实上是非常肯定这整个计划的。水利局这边都有在配合我们的施作方式当然是有很多让我们方便。那大家在这个汛期期间，然后有一些危险方式，我们都尽量去避免它，而且有再三的提醒我们说，在汛期可能有一些机具人员一定要注意安全。所以相对的，在我们这个过程里面，水利局帮忙很大。那目前有接受到民众来这边散步，反应都很强烈，说哇，跟以前差很多。那包括我们的水质也有改善，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制作团队在这个地方，稍微的奉献给市政府，说我们能够尽力达成市政府的需求，这样子。
么哈拄啊，咱有看到一寡乡亲朋友吼，大家拢表达因对这个德溪的这个愿望啦吼，啊，佮有对德溪吼过程吼，因的改造吼，这个过程咧因感觉讲呢非常的欢喜啦吼。啊，这也是咱市政府呢要造福咱这个市民。我咧想咧吼，咱的这个竹溪咧安尼改造了后，我咧想除了讲咱的市民真欢喜，有一个真好的这个场所吼，互因过来活动。伫咧附近的这个民众吼，因的迄个厝价。房价嘛跟着水涨船高咧吼啊！伫这个过程当中吼，咱改造的这个内容是毋是嘛？甲咱的乡亲朋友来分享一下好不好？咱其实吼，咱当然咱德溪要改善吼，上重要的第一项就是咱的水质，因为你水质若是讲像迄臭水沟呢吼，相信大家不敢亲近，也不会想要去吼。所以咱会使看到咱本来吼伫个咱的改善之前吼，咱的水质其实吼，因为咱的一寡生活污水排入来，那造成咱的德溪其实就是又黑又臭的一个状况吼。那我们当然我们就在这个我们竹溪的上游吼，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水质改善，我们将上游在上游的部分，我们设了一个水质净化厂，咱所有的污水节流，用相反节流。那么到这个水质净化厂处理完之后的干净的水，我们再把它打到源头，就是咱健康路这个入口的地方。所以以这个水质的改善，这是第一步的部分。那第二步的部分就是讲，其实咱的竹溪吼，咱较早是这个三面光的混凝土。咱有人时拢会讲有人时咱台湾过度水泥化。所以咱要去除这样的一个水泥化，让整个绿化、整个生态会回来，就是要把这个水泥化的状况来破除吼。所以咱即马就是包括咱的河道，我们把它加宽，可以增加它的防洪的一个标准之外吼，咱的较早的河道是垂直的吼，咱即马做一个绿化的缓坡，边仔有人车分道的设计，就是讲民众一来。伊会使行路散步，伊甲车吼，咱边仔虽然也有车道，可是它可以安全的，就是说专用在行人或是自行车，拢会使用这个不是机械的部分来入来吼，安尼其实让民众来就是可以享受这边。因为咱台南市吼，原底台南市就是府城的部分吼，咱街道拢较细条哈，有时候呢，大家想要骑脚踏车运动，好像比较没有地方啦，伫咧市区内底，若想讲，咱即马吼这德溪啊吼，这个所在安尼改造了后，大家要骑脚踏车，就会当来这个所在，而且呢，更免烦恼安全的问题吼，但这个所在吼，就是没有那种大汽车啊，无机车啦吼，所以你咧骑脚踏车的时阵呢，你就会较安心吼，尤其是爸爸妈妈带囡仔来遮佚佗的时阵吼，他们就会很高兴。对，那么伫这个当中啦吼，咱拄仔讲到，就是讲，那个水质已经改善啦，好，水质改善了，然后第二个工程就是讲，环境啦，哈，这个美化。那么伫这个环境的美化的这个当中啊，是不是嘛？跟咱来分享一下这个过程的内容，好不好？其实第二部分其实环境的部分其实真重要，因为咱水质改善啊，咱怎么在护坡上面做一个更好的绿化的部分，还有。咱的拄仔讲，咱是人车分道。咱即马就是讲，咱整个园区内底吼，我们种植了很多，包括原生的植栽，还有一些，比如讲台湾栾树，比如讲垂柳，包括红花枫林木，还有阿伯勒这一些树种。当然，咱原来的植栽我们也是保留，对，除了生病的之外，我们把它保留。那民众来就可以在不同的季节会有不同的花可以欣赏，会有不同的体验。那甚至咱伫个黄昏的时候，因为咱即马营造一个黄昏，我们也有比较暖色系的灯光。那民众来会感觉到哇，这个氛围是很舒服的，因为做草包也。灯光是柔和，然后可以享受这个气氛。大家就是讲，一天工作忙碌啦，
来到这里洗涤一下哈，白天工作忙碌的那个心情哈，能够稍微让自己的那个心情沉淀一下，然后呢享受一下这里的那个湖光美景啊让自己稍微调试一下哈。那么好多我讲的是这个景观哦，但是我知影就是讲，咱这个景观内底好像有几个特色，哈，是不是嘛？跟咱的乡亲来稍微分享一下，好不好？其实这也是咱整个努力有几个亮点啦，阮甲归纳大概有8个亮点。那当然，咱一开始会对咱的竹溪的入口，就是咱健康路这个所在入去。那伊有一个就是入口的部分，咱有一个景点。当然陆续的来，咱沿着河道走下来，会经过湖区，会经过一个我们新做的越建桥，它是一个曲桥。那再来，我们横向咱过桥了，咱就会使行到体育园区这部分，咱拢总有8个景其实最重要的是讲，阮甲这个较早有一寡真有价值的算是人文历史的一个资产。比如讲，伊的德克西，伊有一个山门较早拢去这铁皮屋互围篱甲炸掉，变成讲其实伊是真好的资产，不过咱看无，因为炸掉去所以这咱一道甲拍开做一个互民众可以把这个以前被遗忘的这个史迹做一个更好的展现。那我这边也介绍咱第一个景就是咱的竹溪烟雨咱会使看讲较早伊是三面光咱即马。包括咱的水质，包括咱的湖区。这个是现在的画面。这个是现在。哇，那差很多。对，就是讲施工后完成，即马现况拍，这个无经过加工的。我们可以去检验。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一个很重要，也是我们这个案一个最大的景点，就是在我们湖区越建湖的部分因为这个本来这个湖伊无湖，伊就是咱的河道。河道不过，因为这个所在刚好是中心点，所以阮迄阵咧规划的时候，就在想说，怎么把这个地方打开把它的湖域打开，让民众可以在这边，除了是一般的生态之外，他可以在这边散步，可以在这边休憩，在这边打卡。像咱这么开放了，其实真侪人伫这个湖区这个桥上面，它可以眺望，包括可以眺望到健康路，包括崇孝塔或港边，其实伊翕起来的效果真好。其实咱那看视觉上就是不一样了啦，而且我看那个 K 好像浅浅的，那个也不会很。大概有比较浅的地方，差不多30公分。一般的生物较深的有一些生物它需要深一点的水。所以有那些浅浅的咱看到鱼仔里来在游，就是有可以看到里面的小生物。对。那另外就是讲，咱这个桥在夜间它又营造一个不同的，咱利用灯光，还有利用这个竹子的特性我们看到这个曲桥，它其实是像竹子生长的一个意象然后用灯光，然后包括咱伫空拍的时候，咱嘛看到这个刚好像一个弦月像一幅月亮映在我们的湖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竹溪里面最闪耀的一个亮点。另外咱其他的部分当然咱伫较早比如讲住伫咱大林国宅附近的这居民伊就知影讲这有一个战车公园。不过伊敢若就是讲伊有一寡铺面，不过伊的设施的较无，所以阮迄阵伫咧规划阶段，就是把这边营造，包括因为有一些人他喜欢遛鸟，所以我们那时候也有考虑到，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可以让长者伊嘛来遮会使坐会使遮散步的花园，伊有一寡花架，搁有一寡小朋友可以玩的，这个也都是比较新的游具啦，所以伊的迄个，就是讲除了一般的溜滑梯，它还会有不同的体验。就是讲咱照顾到所有年龄层老少咸宜。对。对另外就是讲咱的雨水花园其实这是伫咱的崇孝塔边因为咱扫墓的时阵，真侪人会来，咱的崇孝塔真侪，所以咱包括咱的停车场，包括咱的绿美化包括咱落雨的时阵，我们营造一个落瀑让这边
就是不再是杂草丛生的一个状况。另外，较拄仔咧讲的迄竹溪山门吼，其实上重要的是讲，咱把较早围篱打开吼，那现在呈现的是一个很漂亮的古朴的一个感觉。是。那另外，伫咱榕树广场，这其实伫咱你若去运动的，伫咧体育场边啊，有一个极限运动场，还有一个钟灵堂。伊较早有一个榕树，拢去围掉的，看无。按个民众就讲，这榕树遐水，恁哪会无要甲它拍开？所以我们也采纳民众的意见，然后将这边改造成一个广场，包括步道。所以间隔安尼，民众除了运动，一个会使伫遮休息。这就是达到我们非常好的一个目的。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像哈赫拿尔路口啊，这个所在，咱若较早有去体育公园的民众，包括我家己吼，都会去跟这一些动物雕像合照。不过因为伊这动物雕像可能拢有斑驳的状况，所以阮这道就是透过修补美容，搞这动物雕像赋予新的生命，包括咱的猩猩，它穿上球衣，然后这个猎狗它配上猎枪，然后我们裁判这一只熊让这边整个活化起来。当然上尾啊来讲，就是讲咱的二期的部分，伫咧园区入口的所在，咱的本来就是讲民众来，小朋友也可以有一个玩的地方。我们同时这边也做了一个童趣天地，让民众来，小朋友也可以来做游憩。好，那么头拄我听咱专委甲咱介绍咱即个竹溪即马即个所在有8大胜景咱的乡亲朋友以后有时间啊反正台南市近啊尔会咱随常去迄个所在咧踅踅。未来咱阁有啥物计划？其实咱德溪之外咱伫台南市包括运河咱各局处拢咧努力来整合整个运河。包括水质，还有周边的景点，包括月经港因为咱月经港嘛是台南市叫我们这个灯节举办的一个非常古朴的一个场域，这东西咱持续在努力的部分。是。那么咱今仔日感谢专委来到这个节目当中来，甲咱的乡亲朋友来报告咱台南市的这个德溪这个所在即马有遮尔那丰富的这个内容啦内底真正是鸟语花香啦即马景色真正是有够水的，有闲大家来这个所在透早来这运动啦，下晡时来这散步啦那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尤其是咱爱经过咱市政府水利局的这个打造了后呢，咱台南市的这个竹溪以后要恢复咱12胜景的这个美名，今仔感谢咱专委嘛，感谢咱乡亲朋友你的收看，谢谢。